Hello，大家好，我係晴晴，歡迎你哋嚟到個 channel。嚟到韓國之旅嘅第4集，今集就會帶大家去韓國3大必去嘅旅遊區，包括係聖水洞、建大同埋龍山站嘅 iPark Mall 商場。首先嚟到聖水洞，大家只要搭地鐵去到聖水站，就會嚟到呢個熱門嘅旅遊區。聖水洞呢度有間 Miffy 嘅專門店，店內以藍色同埋白色為主調，仲有好多 Miffy 嘅打卡位。呢度有大量唔同顏色嘅 Miffy 嘅公仔同埋掛件。尤其麵包造型嘅 Miffy 都好受歡迎㗎，中意 Miffy 嘅朋友就一定要嚟首爾嘅 Miffy Store 打卡行街啦。聖水洞嘅 Olive Young 美妝店喺聖誕節亦都同超人氣嘅 Pop Mart 聯成，店內放咗好多 Pop Mart 旗下 IP 嘅聖誕樹。真係超靚啊！每一棵聖誕樹都放滿咗超可愛嘅公仔。店內仲可以購買 Pop Mart 旗下 IP 嘅周邊產品。之後就帶大家去建大推薦一間食苦飯嘅專門店。今次都叫咗唔同口味嘅苦飯。晴晴就最推介食三文魚苦飯，大大塊三文魚，另外仲有牛扒同埋鯛魚苦飯都值得推介。喺建大嘅 Star City Mall 商場嘅 B1 層仲有呢一間書店，店內售賣好多特色嘅精品、文具、文創、潮流公仔等等。聖水站同埋建大入口站只係相差1個地鐵站，大家行完聖水洞就推薦嚟建大行下啦。最後就推薦喺龍山站1號出口就直達嘅 iPark Mall 大型綜合購物中心。呢個商場有大量唔同嘅鋪頭，包括係潮流服飾、運動品牌、生活雜貨、超級市場、美食餐廳。iPark Mall 嘅 B1 層就有呢一間 E-Mart 嘅大型超市，超市內都有唔同類型好新鮮嘅水果。商場嘅3樓就放滿咗啲文創小物嘅區域，經常都會放唔同嘅公仔嘅周邊。聖誕節期間仲放咗好多聖誕裝飾可以選購。喺呢度仲揾到有 Miffy 兔仔嘅周邊，另外仲有呢隻韓國老虎仔嘅掛件，仲有好多唔同特別造型添。商場4樓仲有呢一間超吸引嘅 Donut 店，必打卡呢個鋪頭嘅公仔，仲有佢嘅周邊可以選購。呢間嘅 Donut 都好吸引啊！呢度仲有間 cafe 專門售賣色彩繽紛、造型又精緻嘅蛋糕。聖誕造型嘅蛋糕真係好吸睛啊！商場戶外嘅區域喺聖誕節仲有 Christmas Market， 夜晚嚟打卡真係好有聖誕氣氛。如果你哋下次去首爾旅行，就不妨嚟龍山站嘅 iPark Mall 行街食飯。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鍾意晴晴嘅影片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